婚礼的卤肉饭节选出到第一名的卤肉饭举办颁奖典礼，有超过1000人到现场食这个香公公的卤肉饭。为着推广关内猪肉、米甲豆油，婚礼的卤肉饭节今年是第5档，现场的来宾是一人一碗卤肉饭。不只是我们猪肉，还有我们最美味的、有丰富的矿物质的西螺米。我们也准备了我们2只云林的猪，烤大猪。还有1000碗的贡丸汤。那我想哦，这个家的感觉哦，希望可以代代流传下去。透过我们非常严谨的这个评选呢，不只是有民间的高手，还有专业的店家。今年专业店家都会前3名，分别是来自斗六、土库甲好买业者。2次第2名，今年第1名爽，特色就是油脂够，吃的嘴巴会黏黏的，很香。后腿肉较嫩，较袂遐涩，卤久来愈卤愈香。那里面我们其实有加了猪皮的部分，算是比较古早味。我们是从云林斗六小火慢慢熬煮，让那个卤肉的胶质跑出来。邀请各地民众有机会来婚礼，食上盖在地卤肉饭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